伊瓦萨基凯达罗，罗马尼发音式台湾语典。伫咧，伫咧。恁阿爸有伫咧无？有啦，不时嘛伫咧。伫创啥货？伫后尾伫压花。恁姊夫伫咧无？即阵伊去受孝，无伫咧。抑恁妹婿伫倒？伊伫田呢伫捕田。溪线囥伫倒？虾伫桌顶。狗仔伫倒？伫树骹伫困。人客抑伫咧无？也伫客厅伫讲话。你的囡仔伫咧无？昨昏伫路呢拍家绕去。你的手指伫咧无？无啊，伫火车头拍物件去。恁大姊伫倒？伊伫楼顶伫洗头。抑恁小妹呢？伊伫楼骹伫洗衫。无，你是伫咧讲笑亏心？我无伫咧这段时间，你爱会记得压花。我紧去找伊，伊紧无伫咧。我昨昏去找伊，真拄好，伊人无伫咧。阮兜较早伫咧山内种果子，好佳哉有你伫咧，无我就惨嘛。伊已经互人送定，有婚约伫咧。伊伫咧补田迄领群，伊坐伫咧遐。因老爸若伫咧，伊就毋敢乱来。因为有扣现伫咧，我袂爽甲伊坐共桌。甲死鸟掩伫咧涂骹，看到因有新的新妇伫咧摒扫，阿婆就会话讲：大身大命哦，我来就好。你会定定无伫咧，因某囝敢拢袂讲话。你昨昏来的时，我拄好出门无伫咧，两边伫咧对射。大家拢叫厝主妈祖婆，有伊伫咧，绝对袂夭着。这个投资案有危机伫咧，有人伫咧厝，伊才会安尼做。伊明仔载就要出国啊，即马伫咧烦恼行李。